南區甲安平啊，南區外海重要的蚵仔養殖區目前大出。咱即擺看這個畫面呢，這個台南市區的漁會要推銷台南蚵仔品牌，邀請餐廳所推出限定的蚵仔料理。佇個台南市議會發表啊，強調這產地直送上新鮮，要讓消費者食咧安心，買咧放心。3月到6月是台南蚵仔大出的季節，南市區的漁會推出有標章甲源頭認證的南市蚵仔品牌。現在越南嘛吼，還是東南亞來的這蚵仔，用低價來搶市場啊。那個時候台南市區漁會就很早就做這個台南科建立品牌產銷履歷。一般呢，比別人佫較巴甜。而且佫無臭車味。這屆嘛，甲真濟間在地餐廳合作，推出限定的蚵仔料理，讓消費者會當食到上鮮、上安心的蚵仔。接下來他們就要推出運用我們台南蚵仔的料理，來到因的餐廳就會當食得到。台南蚵仔養殖面積超過1500公頃，年產達有3億。除了推銷台南蚵仔品牌，提升競爭力，嘛希望跨界來合作，讓消費者食到更較濟創意料理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